Thank
拜神，也谢谢神，他看我们这样为你是宝，甚至将为我们受钉死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神已经显明了他的大爱，所以十字架是神赐给我们的无价之宝。你跟我更是神无价之宝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无价之宝》。